呢個發展商究竟係諗緊乜嘢？珠海市中心嘅新香洲啊，首期俾5萬蚊，竟然可以攞低呢一套豪中嘅2房單位啊！而且佢呢度去到香山湖公園得2公里嘅距離，去到三武園連行路5分鐘。16嘅門5合1智能門馬鎖，呢啲到頂嘅鞋櫃全部都係交付標準。入到嚟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啦，U型嘅廚房包括呢啲歐派定制櫃、廚房3件套、消毒櫃都係交付標準，而且佢送你全屋嘅家私家電啊！你可以直接執幾件衫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南向嘅陽台全贈送，仲可以望住一線嘅城市景觀，樓下就係高速路跑啦。你去到邊度都係非常之方便，仲有業主樓巴可以返到香港、澳門，以及樓下仲有巴士站，一班街就可以去到珠海各個地方。呢個公共洗手間乾濕分離所見即水啦，呢度就係你嘅主人房啦，同樣都係朝南嘅，非常舒服啊！最主要係呢個5萬蚊啊，就可以使落去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啦，仲係呢個位置唔係坦洲，唔係斗門，都唔係金灣喎，係珠海嘅新香洲啊！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亞 Follow me 帶你揾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